你是弥赛亚，主你是救世主，主你是得胜君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这样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无论现在是什么世代，都是属于主你的世代，都是属于主你降临的世代，都是看见复兴的世代，都是彰显神迹的世代。我们要来大声宣告，我们要来让万国万民全地都知道，这是主你的时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阿门。我们来唱这首《这时代》。看那有的是旨意的神，众生都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大声的跟神说：主啊，我们要在这世代看到主你的降临。阿门。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是耶稣时代。
约书亚记6章16节这样写到了第7次祭司吹号的时候，约书亚对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将城交给你们了。主你是我们的神。将一切颂赞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阿门。主啊，此时我们将我们全人全心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不看见属世的一些眼光。主啊，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目光单单只定睛于你的身上。主啊，我们将全人全心交托，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用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献上一颗，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破裂，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破裂，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破裂，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被破裂，被接近，按你所示的敬拜。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为真诚发自我内心。是的，我们要发自我们的内心来敬拜你，按主所示的来敬拜你，是因为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敬拜的时候，你也要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敬虔，调整我们的顺服，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的，主啊，这个礼拜是要呈现给你的，但是每一个人需要神的膏抹，我们每一位需要神恩典的披戴。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恳求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像玛利亚恭敬在主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也今天在5月温暖的季节，也是家庭月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也带来家庭的复兴，带来神的恩典，带来今天的聚会完全有神的荣耀在当中。主啊，感谢你，我们是一群有福的百姓，我们要在有福的家、圣灵的家富强的大家庭里面同样蒙福。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属灵的百姓都得到满满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主日的圣经章节有2部分，第一部分是创世纪27章1到10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来，现在以撒已经老了，眼睛也瞎了，他召长子以扫来，对他说：“我儿啊。”以扫回答：“我在这里。”以撒说：“你看，我已经老迈，离此不远了。你带弓箭到野外打猎，照我喜爱的口味烧好，拿来给我吃，好让我在死以前祝福你。”利百加听到以撒跟以扫说的话，就趁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对雅各说：“我刚才听见你爸爸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打猎，照我喜欢的口味烧给我吃，好让我在死以前在上主面前祝福你。我儿啊，你听着，照我的话去做。你到羊群中找2只肥嫩的小山羊来，我要照你父亲所喜欢的口味烧好，你可以拿去给他吃，他会在死以前祝福你。”第二部分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1到4节，来，我们一起念：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这是基督徒的本分，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做父母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接下来我们请底波拉小组献诗，歌曲是《爱使我们勇敢，我们爱》。之后请夏牧师讲道，今天的主题是家庭复兴，福音之本。温暖彼此情。
得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虽然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向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只要微笑，只要原谅，爱让我们牵起手来。我们用拍手来赞美主，谢谢底波拉小组哈。我们底波拉小组是纯姐妹小组哈。谢谢他们用2首诗歌并在一起的好听的诗歌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哈，好像才在过春节，现在又到5月了。5月是我们的家庭月，也是母亲节最值得我们感恩的日子哈。那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圣经的话，让我们再次看见家庭的美满需要复兴，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亲爱父神，感谢你，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成为神所祝福的出口，让我们的家庭成为福音的基地，让我们的家庭因为复兴，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祝福，让我们一个喜乐的天上的家庭，也是个地上的祝福。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要借由以撒就是旧约创世纪27章，整章的圣经提到以撒祝福雅各的故事，来看见一个家庭蒙福的一个根基是在哪边。所以如果要完整的了解，不是今天我们只读到第10节了哈，应该读到46节。那我们每一年都会鼓励会友来读圣经哈。那如果按照我们的进度表，创世纪都是我们最先读的，年初就读过了，我想你还有很深的印象。那这个以撒的家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对儿女的祝福，但是却形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开头的主题是什么呢？以撒的家庭是民族的争端。那怎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会演变成民族之间的争端呢？就是看这个故事哈。以撒的家庭我们都了解，
他是承接亚伯拉罕从神得到的祝福，这祝福是超越一般的人民族，超越一般的家庭了。但是祝福是没有改变，但是人的行为、人的一个作为、人的私心、人的软弱、人的罪，导致神的恩典，所以演变成家族的纷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责任归给上帝，都没有找到说原来我们是人，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软弱，扭曲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的故事，我们从这边来开始。我们都知道，以扫跟雅各两个是双生子，对不对？圣经是记载说，哇，这个雅各很会争啊，在母亲的胎里面要出生的时候就抓着哥哥的手的脚了，那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就在争执了。后来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雅各借由他妈妈的帮助，又把长子的名分把他抢下来，就是一碗红豆汤。那我们也了解了也不能全怪雅各，因为以扫大大的做事情都不考虑随便按照自己的那个当时的感觉，因为那个去打猎回来很热很饿很不舒服一碗红豆汤就解决了。好，这些都有一个家庭的渊源，就是那个彼此的争端都已经建立在里面了。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么说，还不止如此在25章27到28节，他记载说，两个孩子长大以后，以扫成为熟练的猎人，喜欢在户外活动，是一个很活泼、很粗壮的，很在外面奔跑跑跳的。但是雅各好静，常常留在家里。看起来我们就知道说，从这一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的家里面，你有2个孩子，你有3个孩子，更多有4、5个，他们的差异是我们能理解的。神赐给人的各种不同的属性我们很难去猜测。当然也有兄弟姐妹个性像的好像同样一个人一样，对不对？也有这样子的啦。但是差异也有让我们看到，特别是性格的差异。一个是喜欢在外面奔跑的，坐不住的，喜欢在野外的；一个是乖乖待在帐篷里面的休息的，在家里面的。那差异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差异这样差异本来没有不好就各取所需嘛各个成长嘛。但问题来了，是父母亲的抉择产生了变化。圣经记载28节说，以扫偏爱以扫，偏爱不是爱而已，是偏爱。那表示什么？那对另外一个就不偏了嘛。而且是出于私心因为他怎么样？以撒喜欢吃以扫打来的野味，为了野味，然后就偏爱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显现，就是说，可能这个孩子跟我的性格比较合，动作啦，或是我的速度啦，我做事情的方法啦，表达啦，好像跟我比较合，我就会比较喜欢这个孩子。另外一个老是讲的跟我的不一样，我的要求都达不到，就讨厌他。我记得在我的同辈的家族当中就是有一对夫妻也是2个儿子那就很明显奇怪，妈妈就特别喜欢这个小的，因为这个小的很乖巧，很贴心，很容易取得妈妈的一个欢心这样子。那这个爸爸就好像平衡嘛，说就喜欢这个老大。没想到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家庭遇到一些状况，就老大以后长大就有一些偏差我们观察起来，父母亲当时的抉择跟偏爱
有差。啊，所以既然以撒喜欢以扫，那利百加就喜欢雅各，因为雅各就是那个很会讨好妈妈的，会讲贴心的话的，啊，会常常在妈妈旁边的。那这个情形是在很普遍的，小事情还可以，但一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的时候，是影响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民族，那问题才大。好，我们看看它的演变是怎么样。第一个，以撒，圣经记载说，年老眼睛昏花了，却就要祝福偏爱的以扫，但是却演变成家庭的伤害。既然是喜欢野味，所以他也想，就是私心的要把他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年纪大要过世了。我们知道人长到老的时候，有一个情况，觉得整个的气息没有力气了，觉得好像时间不远了，人有一种直觉耶，所以他觉得要赶快把这个福气祝福给他的所偏爱的以扫。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传统，就是长辈对孩子的祝福是有效的，而且有权柄的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准是他的偏爱，没想到不小心发生了整个家族的变化。第一个，他要偏心来祝福以扫，还要讲话被利百加偷听到，如果私下完成了都没有事，但是就被利百加听到。好，利百加听到了，如果一般的妈妈也讲说，你也不说关心老大，老二也要注意一下好，就跟先生协调一下，不是很好吗？或两个一起叫来祝福，既然是双生的嘛，两个一起祝福也可以啊。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利百加又用另外一种阴谋，把他狸猫换太子，所以原来一个错误了，那加上第二个错误更严重。利百加偏爱雅各，却处理儿子受祝福不公、不细致，然后又遗憾的后代。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他怎么说呢？以扫本来要叫儿子以撒要叫儿子去打猎，对不对？要吃那个野味嘛，但是利百加就偷偷的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改变了。第一个，要雅各去抓2只小山羊来；第二个，他还按照他先生喜欢的口味，因为太太最知道老公爱吃什么嘛，他煮的最好的汤头、野味，然后这样还不够啊！你看多细致啊！还叫雅各去偷偷的拿他哥哥的衣服来穿。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有一个自己身体的味道嘛，因为他知道他爸爸要闻到味道的话，就知道这个是真的是以扫的这个衣服以扫的味道。还不止如此他还叫雅各呢去找那个羊毛皮把他洁白的身体这个手脚露出来的手脖子那些亮出来的，就用羊毛皮把它包起来，让他的爸爸摸一下，有很多毛发的你看这个利百加也是真的是很用心思就对了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从1节到46节提到说，妈妈用另外一种技巧把雅各的祝福得到了。然后呢，这一位以撒要祝福雅各的时候，他还觉得很慎重圣经这么记载，27章的20节说，以撒说：“孩子，你怎么那么快就打到了？因为雅各去抓了山羊来嘛，当然不用打猎啊。”他问了这句话，雅各又多了一次谎，连上帝也拖下水了。他说：“我是上主，你的上帝给我好机会偷来的就偷抓来的羊，竟然说是上帝给他好机会。他本来以为是到外面去打来的然后以撒还是非常的慎重再来说，孩子走过来，让我摸一摸，你真是以扫吗？哇，难怪做太太的都知道这个先生的习惯
一个一个要测试过来才可以。他说雅各走过去，以撒摸他，就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你看他还是变得很仔细啦，声音不会改啦。雅各的声音怎么是以扫的身体呢？他圣经记载说，他认不出这个是雅各，因为雅各的手像以扫一样长着毛。他要祝福雅各的时候，再一次问哦，你看好几层是，你真是以扫吗？雅各回答说：“是啊。”然后他说：“把肉拿过来，我来祝福你。”他把肉拿过去给他喝。当然啦，利百加的那个鸟栗呀，当然味道是以撒最喜欢的啊。所以他后来怎么样祝福雅各呢？他说：“雅各走过去亲他，他一闻到雅各身上衣服的气味，就祝福他说。”我儿身上发出的香气，正像蒙上主赐福的土地所发出的香气。你看，把这种从神得来的这个土地的芳香，印证到他的儿子身上。他怎么祝福呢？愿上帝从天上赐给你甘霖，使你的土地肥沃；愿他赐给你丰丰富富的五谷美酒；愿万国服侍你；愿万民向你下拜；愿你统治所有的兄弟。愿你母亲的儿子都向你跪拜，咒诅你的人要被咒诅，祝福你的要被蒙福。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多么细致完整的祝福？那祝福越大，他犯错不是越大吗？对不对？你把一大笔钱拿给诈骗集团，拿越多你就骗越多啊，对不对？就受骗越多嘛。他等于就是他把最大的祝福给他不想祝福的人。你看。这样的罪好像一个麻花卷一样，一卷。后来圣经记载说，以扫兴冲冲的真的打猎回来了，也准备了要给爸爸祝福他。糟糕，圣经记载说，以撒问你是谁？以扫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以撒就全身颤抖，问他，那你刚才拿野味给我吃的是谁呀？你进来以前我已经吃了耶，我已经祝福他了，这个祝福永远归属他了。哇，好像他的福气宝典只有一个，拿给了就没了。然后看看以扫怎么反应。34节，以扫一听到这话，非常痛心，放声大哭，说：“爸爸，请你也祝福我。”以撒回答：“你弟弟进来欺骗我。”夺去了你的福分，冥想就是讲你弟弟欺骗。好，以撒怎么回答？以扫说，这是他第二次欺骗我。第一次什么呢？夺去他长子的名分嘛，红豆汤嘛。说难怪他名叫雅各，他抢走我做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去我的福分。爸爸，你没有留些福分给我吗？刚才我就说了。这个爸爸无保留的把所有的祝福都给雅各了，表示说另外一个我都什么都不能给了。好了，他做错事反而是撩熊多，对不对？就全部好像诈骗集团，你想说投资可以得1倍的祝福啊，糟糕，全部钱都撒出去了，都赚不回来了。好，那以撒在这个伤心之中他只能给他的儿子讲说：天上的甘霖不降给你。肥沃的土地你没有份，你要依靠刀剑生活，要服侍你的弟弟。当你反抗他的时候，你将摆脱他的枷锁。等于他已经整个心都碎掉了，说这个福气被雅各偷走了，你再来就是刀剑的生活，你要服侍你的弟弟。你看，这样的故事是出于一个家庭。远远是一个原版的家庭，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从亚伯拉罕得来祝福的家庭，那竟然在争端、在抢夺、在自私、在偏爱的过程当中，整个家庭就变了样。后续的经文怎么说呢？41节说，以扫怀恨雅各，哥哥怀恨弟弟，因为他父亲祝福了雅各，他心里想，爸爸快死了。丧事过后，我要杀雅各。你看，这个故事你会想到说：哎呀，亚当跟夏娃的儿子啊，
该隐跟亚伯不是发生一次了吗？这一次又就是重演了。那利百加吓到了，他想贪心，让这个喜爱的儿子得到福分，没想到要变成兄弟相残呢。所以他只好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他跟雅各说：“你哥哥以扫要找你算账，杀害你。我儿啊，你要照我的话，立刻到哈兰去，投奔我哥哥拉班，跟他住些时候。等哥哥以扫的气消了，忘记你所做的事，就派人接你回来。我何必一天失掉2个儿子呢？我何必？为什么何必？你做来的嘛，还何必？弟兄姐妹，这个气会消吗？这个恨会忘记吗？我们说人家给我们的恩，我们要记得，对不对？我们的恨就像船过水无痕，但是其实通常都相反。一个恨可能从小种下到一生就洗不掉，那就是我们要检讨说，一个家庭怎么样蒙福复兴。我们从以撒的家庭的故事来做一个检讨。后来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了，圣经这样记载，那就成了以色列敌人了，真的是2个家族的敌人。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跟哈马斯打得死去活来，哇！现在已经引起美国很多大学生在抗议。以前是同情以色列，现在不行了。以色列因为把哈马斯打得太厉害，反而被同情了。那个哈马斯被同情，那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因为仇恨会越来越加增。圣经记载说，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住在死海东南面一带，这个岩石山岭和荒野的旷野。因为那个天然资源丰富，有几条大道通过以东。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不要侵扰以东，意思说这个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你们不要去干扰他，因为以色列人他下埃及300-400年了嘛，这个是他们的家族的哥哥的祖先的子孙呢，他不要去干扰他这样子。但是怎么样呢？他们两族是兄弟，以东人不肯让以色列人进入他们的地方，所以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两族成为死敌呀。以东和以色列两国有同一位祖宗以撒，且两国接壤，但以色列人轻视以东人，因为他们与迦南人通婚。所以世界许多的恩怨，皇家皇族的恩怨，一个家族的恩怨，常常是祸起萧墙，对不对？常常是家族里面所产生的。所以你说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见证神恩典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罪恶产生的地方。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要小心提防，要小心去营造出来的。好，这个是很多名画在记载这一段故事，雅各欺骗以撒的祝福哈。另外一章也是一样，以撒就为雅各祝福了。你看他的手上缠了一个羊毛的皮呀，你看这个就是以撒祝福完了，发现以扫进来了，这样的一个惊讶已经来不及了。弟兄姐妹，我们是要这样说了哈。我们从圣经整体来看，以色列民族是上帝所祝福的民族，上帝的恩典一直在这个没错。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承受者这个家庭的软弱困境，让我们不能完完整整毫无保留的承受这个祝福，这个才是我们人需要去小心、需要去提防，说是需要去避免的地方。弟兄姐妹，家庭是见证上帝的恩典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却常常破坏了它。我们常看到台湾现在已经历160年了嘛，哈，教会大概已经到第7代了，第7代。我们常会讲说，哇，这个家族以前最早信主上帝很祝福哇，这个家庭蒙恩出了很多人才但后来有一些是崩坏了，有些人就是没落了。那我们就想说，哎呦，上帝的祝福不继续了吗？上帝的恩典怎么会停掉呢？我们就把责任归给上帝。其实
是这个家族有人起了私心了。我们常常发生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长辈爱主，就把他的家这块地献出来给教会，说这个教会来盖礼拜堂，教会来给教会使用。糟糕，过了1、2代孩子不认账，你知道吗？孙子也不认账，因为以前我们的长辈没有这样的土地的知识啦，要去登记，要去过户，对不对？后来，所有权状还是有啊，我这块教会的土地是我的权状啊，或是我持份的啊。他不信主了，他对上帝没有信心了，来跟教会要，常常发生很多教会都要被告因为你没有名字嘛，没有登记嘛，真的要退还，甚至有的是要拆屋还地，那就不得了。你说上帝不祝福吗？上帝福气仍然在啊，只是人把它搞坏了吧。好，我们从以撒这个家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偏心在家庭中很常见，我们是不经意、不小心、不注意就发生了。它是一个微妙性的伤害，但有时候会变成破坏性。我们看到以撒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子。有一篇调查报告说，有84%的人说，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当中的一方或双方有偏心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的生活上有这样的体验没有啦？有时候只是讲一讲，就过了我在家里面是老二啦，爸爸妈妈都喜欢老大，不就喜欢姐妹啦，不喜欢我啦，或是老幺啦，都被人家疏忽掉了。常常很多生活上的体验都是这种样子我们不能说对跟错，就是在生活中发生了。另外，很吊诡的是，13%被父亲疼爱的人，后来怨恨父亲，好像觉得你溺爱了我，你让我跟兄弟姐妹产生嫌隙，有这个样子的。他觉得你当初如果公平对待，反而我的哥哥或弟弟不会讨厌我。而且18%得到祝母亲偏爱的人，后来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就像刚刚我讲的，感觉上公平就好了，你这样子让我的兄弟姐妹讨厌我，然后在后面就给你制造一些争端出来了。那我们就看到说，真的人有软弱，人有自己的不足啦。弟兄姐妹，父母亲有偏爱，有时不易察觉。理亏的一方本来是父母，但是父母觉得我就随性讲出一句话，随性做了一件事情，有时候不小心西瓜切的大小不一样而已啊，我不是故意的。那好，糟糕，大的给哥哥，小的给弟弟，那事情来了。那你觉得说你是故意的，不是嘛？所以问题是在于人的软弱当中，很多小细节被放大了，很多小细节被歪曲了，很多小细节成了伤害了，那才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检讨或是解说，甚至认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不要把那个污点或是那个怨恨的心一直放在里面。问题重点在这里。我们从以撒的家庭的家族里面，理亏的这方就是父母嘛，因为以撒跟利百加都各自偏爱嘛，但是却把这个重担，把这个伤害移到下一代孩子这一代，而且孩子很可怕的是会重复这个行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家庭就遇到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纪念这个家庭月我们一起来思考说，性格品格是在家里面养成的。我们做父母亲有这样的任务，我们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培育身心健康的小孩。我们为孩子树立一个敬虔美好的品格和行为的榜样。我们甚至要有预备心，说为他们个人的成长和独立用心来做准备。因为你对他的喜欢，对他的爱，你要用一种智慧去处理他就对了。好。从以撒的故事，我们有得到3种学习啦。第一个，越多沟通就越少担心。我们看到以撒跟利百加，从他们结婚到以后的家庭，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健康。我们如果讲比较难听的话，就是各怀鬼胎，各有自己的偏好，又不沟通，
父母亲教孩子不会好好沟通，怎么样处理所以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做这样我就故意唱反调，所以他们夫妇破坏公平疼爱小孩的基本养育原则。所以有沟通就少担心，不沟通就发生这样的现象。第二个，越是纵容越受责备。我们看到一个困难的事情在这边发生，利百加错在怂恿雅各去欺骗他的父亲，怂恿哦，所以我们说雅各不是天生的骗子的，但是他母亲把他造成的，母亲培养出一个欺骗的孩子，然后让他后来不得不逃家，不得不离开。问题你看，雅各又将溺爱倾倒在他的儿子约瑟身上，等于是儿子又孙子又来了。以撒偏爱雅各，对不对？雅各也偏爱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叫约瑟。后来这个约瑟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上帝怜悯，让他卖给那个商人把他带到埃及去，然后就演变出出埃及的故事。这个看起来这个创世纪好看就是这样子，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故事，而且是充满了很多奇妙的变化那问题来，你看那一种不好的行为会遗传的。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社会新闻爸爸爱喝酒，有时候会遗传到孩子。原先孩子很讨厌讨厌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喝酒又家暴？但是后来真的这个孩子也跟他一样，偏爱也是一样。以撒爱这个以撒，然后雅各后来也偏爱约瑟，那所以就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利百加原先是要把他喜爱的儿子雅各，他所所有的祝福都揽在身上，但是后来竟然利百加成为一个痛苦的妈妈，因为怎么说呢？越是控制越难留住。创世纪27章41到45节，他怎么说呢？利百加成为最大的输家就对了。他原先想要说，哇，左右逢源，每一个都有，但是没想到他生怕一天失去2个儿子。这段经文怎么说呢？同样是在27章他说以扫怀恨雅各，要杀他嘛。所以呢，利百加赶快告诉他的儿子说你按照我的话去做。45节他这么说：忘记他对你所做的事，派人接你回来。他说：我何必一天内失掉2个儿子呢？这句话，如果他当初不做这些事情，就不会有这种担忧了嘛。他变成什么都没有，都失去了。所以利百加，她是有智慧的妈妈吗？不一定，只是她没有承受从神来的祝福，而是用人的方法去夺取这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说，家庭复兴是福音之本。他在以弗所书6章1到4节有一句话说：你们不要激怒儿女。我们常会看到说，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什么？照理讲是孩子激怒父母才对吧？怎么会父母激怒儿女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渊源的，有一个根本的。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这都是本分。但是他特别在等于是倒装句了。第4节，前提是父母的责任不要激怒儿女。你说你要孩子来孝敬你，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不对？你要孩子要听从父母也是天经地义。这个从小就教了我们的3字经都教那么多了。但是圣经提起说，你们要先确定这件事情，你们不要激怒儿女。激怒了，糟糕，孩子不甩你了，你知道吗？这2天可能是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所以又有人传一篇文章在网络上，就传谁呢？传那个以前英国的首相叫瑟契尔夫人，有没有？他的故事，他说晚年很凄凉啊。这个柴契尔，我们说柴契尔，或是瑟契尔。柴契尔夫人，因为当年他是威风八面的啦，对不对？所以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讲这些故事呢？他是说他太忙于公务了，
他讲一句话说：“家是你没有事情回去的地方。”那这句话有一点偏差，对不对？一说我在忙国家大事，回家不回家是合理的啦。我是没事干了才会回家。好了，后来他的儿女就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他。他才说，柴契尔夫人呢，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的孤单，因为他的儿子一个好像在加拿大，一个是在西班牙，一个在美国，孙子也不理他，因为他们讲说，妈妈，你当初我们需要你了，你就不在啊，现在需要我们也不回来啊，所以变成说这个在讲说，柴契尔在英国的历史上是很重大的一个首相但是竟然是被孩子所抛弃的。那利百加有时候有这样的行为，到最后孩子都不在他身边了。所以不要激怒儿女是什么意思？来，他说是要用主的教导来培养他们。主的教导，而不是随你的心意哦，是用主的话语、主的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不用错误偏差的教导打击儿女的信心，影响他们的人格发育啊。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意思是说，激怒儿女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用你人为的方法，你的私心让孩子的人格受委屈、受打击信心被打击，他的自尊心被打，这个叫做不激怒儿女。弟兄姐妹，我在看到有一篇文章写说，管教儿女10戒我们常常练10戒，那管教儿女也有10戒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他说，就像刚刚我们的主题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常会恨铁不成钢啦，见到拉拔不动的时候就轻则怄气，近则惹气就是对孩子就不理性的行为出来了。那我们怎么样小心说营造双赢的亲子关系？首先要父母不遵守不惹儿女的怒气。有一个文章讲说，你当然对孩子气得要七窍生烟的时候，说这个时候不要责备孩子，先走到旁边去，不洗个脸也好，到外面走一走，回来才冷静下来，你要对孩子的处理才会比较适当。因为你生气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度，那伤害就出来了。我们不常说有时候一生气起来，以前还会打骂孩子吗？有时候一打下去大人的手孩子承受不住。常常有人在讲说，他小孩子的时候被爸爸打的耳朵坏掉了，因为爸爸一巴哇，那个头受不了。那就是你在生气之下做的行为，你就挽回不回来了。第二戒是勿喋喋不休。他说唠叨是精神上的疲劳轰炸，任何人都不喜欢被碎碎念。你有喜欢碎碎念吗？你觉得你也想要消气嘛？但是听的人并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第三个，勿过度保护，是第二个相反，会导致儿女无法自我学习成长。一旦离开父母的保护伞，就显得问题丛生了，无法独立生活。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这个什么那个直升机父母，哇，孩子有什么问题，好像救难机马上冲过去解除他的困难。我们不是有救灾大队吗？山上发生问题一辆那个灰鹰直升机就飞过去了，把他救下来。有时候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好像觉得马上解决到问题，但其实他永远不成长，他没有办法自己处理的能力。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勿无端的猜疑就是说事件还没查明，有发生问题就一口咬定说这个是你干的好事，逼他招认。如果是不对的话，那一生就记恨在心。记得被误会、被责备，孩子的心永远记住这个事情，洗不掉。所以我们教会常常会举办我们说医治祷告，我们常会举办所谓的这个内在医治，就是那个内心的伤害它是自然发生，你说不要让它发生也不可能，要靠圣灵的工作才能够除去那个伤害，甚至能够赦免。第五个，勿乱贴标签，这个最常发生的。有一本书叫做《父母的清单》，列出父母对孩子说最有害的话，他列出20几句了我们就要看这几句就知道说
有时候我们讲的话，让孩子最大的伤害就是惹孩子的气的意思啦。你永远都不会有出息，生气起来讲这句话，很普通啦，对不对？常常讲。第二个，真后悔当初生了你，你怎么那么笨，讲都讲不懂。第四个，你真的没用了，没希望了。我们台湾话说哈假老米，无差的起你呀。好，这些话我想我们当父母亲的人哦，觉得很自然嘛，气起来哈，什么话拢黑白讲拢不要紧啦。但是你要记得哈，你发泄，但是孩子听下去了，孩子听下去，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说啊，我是圣人，做父母亲哪一个能当圣人啊？气起来哈这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家庭是被神所祝福的，被神所高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骂人、负面的批评话语有强力的心理暗示作用，这些好像咒语一样，会永远深印在儿女的脑海中，造成负面的自我认识。但我是说，不是这样就绝对这样。我们知道有些孩子，他们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被医治了，或是他成长了，他体谅父母亲的软弱，或者说我们常会讲说，哎呀，那个小时候我真的很搞怪啦，知道我说父母亲这样骂是应该的啦，他自己解除了嘛。但是有的人就这样被伤害，然后他人格就被扭曲了。第六个，勿恐吓贿赂，其实恐吓跟贿赂两个不一样。有的人骂说你再这样我就打死你。他说赶快把作业做完，我就100块给你。用贿赂、用恐吓都不是好的方式。第七个，勿堆加罪疚感，不当的责罚或堆加儿女的罪疚感，会让孩子在人生的道上背负许多无名的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就是说，不要把罪恶感给他们再来，勿玩比较的游戏，这个也是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中发生了我们说，避免在孩子兄弟姐妹间做无意义的比较比较游戏最大的杀伤力是造成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裂痕，甚至反目成仇。我刚刚不是讲说以扫跟雅各就差别那么大嘛？如果念给雅各听说，你看你哥哥上山下海都会，力气很粗壮，你怎么这样手无缚鸡之力呢？就明明两个人不一样，你就这样来骂雅各也不行不就骂以扫，没一个听，老是往到外出跑，不像你那个弟弟那么乖，在家里陪妈妈。你看，两个个性不一样，你这样责骂都不对，这样比较就发生兄弟姐妹之间的裂痕了。第九个，我们也常知道，勿揠苗助长，要给他们一个合一的成长的环境，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挤给他、堆给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什么样都要让他学，到最后他什么都不学了，不学给你看这样子。最后是勿在人前羞辱，我们常常在别人面前骂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孩子的弱点跟短处，让他感到无地自容。弟兄姐妹，我们想多多少少会体会了，有时候在自己身上发生，有时候在亲朋好友之间的父母亲当中发生。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我们借由以撒这个家庭遇到的困难、遇到的伤害，我们怎么样借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中能够除去这些伤害。弟兄姐妹，在亲子月当中，我们期待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的家庭，一个蒙福的家庭，一个得祝福的家庭。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我说我就存于我的爱心嘛，什么事情我都一切为儿女嘛。但是因为没有智慧，因为没有用上帝的话语，我们反倒是把孩子推离我们身边。利百加用这样的方法把孩子推到他不得住在他身边。我们也常常用这种以为对的方法，让孩子领悟到那一种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转换心思了。我们每一年不是都举办那个幸福小组吗？我像我们都小组同工大家都很用心，怎么样很对待这一个 base， 这个 base 怎么样让他觉得喜欢来这里，而且来这边就是宾至如归，感觉上来这边很舒服，
好的音乐、好的光线啊、好的小点心这样子，就让他觉得很喜欢这里。我们有一位牧师讲说，我们要重新跟儿女来传福音，重新向儿女传福音。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一种威严的态度、父母亲的那个角度来对孩子，就像改变你的思考，对孩子就像在对贝斯的一样，那就对了。当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方式啦，只是说我们重新检讨，我们怎么样让孩子知道你所信的是恩典的真理，是福音，而不是说爸爸讲的我就不喜欢，妈妈叫我去教会我就偏不要，妈妈叫我读圣经我就不读给你看。怎么说呢？以上的家庭就是遇到这样的困难，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用上帝的教导来教导孩子，就成为我们一个家庭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为人的方法，教导孩子的书一大堆读不完了，但是回到神的恩典之内，让神的话语成为孩子的帮助。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是一个复兴的家庭，是一个蒙恩的家庭，而且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基地。因为当别人看到你这个家庭和乐，充满了笑声，充满了幸福的氛围，人家光羡慕就觉得你的信仰是好的。我想要认识耶稣，愿神借着我们的家庭向我们的好朋友来传福音。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在祷告之后，我们要来举行我们的第49期的中保代祷的这个差派礼。我们现在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我们知道从以撒的家庭，他们是承受了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知足，但是在家中因为不完整，有罪在里面，以是导致这个蒙福的家族却成为一个彼此征战的家族，导致后来整个以色列人灭亡。主啊，我们不要承受这种苦楚，求你让我们重新回到不惹孩子的怒气，也能够用主的教导来教导孩子，让我们家就成为一个福音的堡垒，就成为一个幸福的氛围花园。主啊，我们有软弱，就像以撒跟利百加也有困难的港一样，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到神的启示跟话语，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祝福的家庭，一个复兴的家庭，一个蒙恩的福音的基地。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唱一首由奇异恩典所改编的一首圣诗这首圣诗是恳求天父施恩赐福，是华语的。我们坐着唱，在唱到第3节的时候，我们请所有的代祷团队的弟兄姐妹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做差派祝福，一起来唱这首诗歌450首。恳求天父施恩施福，全家蒙你眷顾，长有序信奉基督，大家和乐相处，不知知晓夫妻恩爱，手足和睦相待，虔诚祈祷，亲读圣经，成为基督家。第3节我们快一点点，我们开始站到前面来。
全家大小做主信徒，遵行基督道路，爱人皆无战争基督，万事荣耀我主。第4节，安分守己，敬虔知足，远离私欲迷途。我因忧患苦楚艰难，恳求主施平安。第5节，求主亲临我们中间，宛如伊甸乐园，彼此相爱，亲睦合作，享受地上天国。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第49期的代祷勇士报名，我们小祷告室有30位，大祷告室有51个，一共81个。那有的是有服侍2次的，所以一共有91人次。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够超越100人的服侍。那我们请在前面的这一群同工，我们看着自己手上的一个祷告的单，或是在荧幕上有我们一起同心来念。那念到我的时候，把你自己的名字念一次好，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2、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3、有关代祷事中各样教会事工与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垂听我的祷。阿们。我们来一起为这一群代祷勇士来祝福。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一共有80几位代祷勇士，愿意在未来的4个月当中，每一周至少有1个小时在祷告室、在密室当中与主亲近。他们带有使命，是因为主赐给他们祷告的权柄，他们要为许许多多填上代祷卡的弟兄姐妹来代祷守望。我们确信神已经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他们，当他们线上祷告的时候，神你的手要伸出祝福的手、恩典的手，你要让他们祷告得着神的应许。主啊，让他们也在祷告当中亲自领受到神的恩典满满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就是最美好的见证。因为祷告的生命是一个得祝福的生命，是一个兴盛的生命，是一个被神所保护的生命。感谢主，愿这群同工在未来4个月的服事当中，每一天或是每一周来到教会的路程都顺利，让他们不受临时急事的干扰，影响他们服事的时间，也是给他们身心灵平安喜乐，特别是工作、生活、家庭、健康都得神的保护。奉你们的祝福每一位，也愿主兴起更多的代祷勇士参与在这个守望祷告当中。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向后转一下，我们用热烈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也拍一张照留念牧师看到这个场面都会想说，请男生举手一下，男生举手。
哇，我们的代祷勇士都是女生呢，女生的战将比较多。啊，不是说男生不喜欢祷告，可能男生事情比较多了哈。不过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很多姐妹成为代祷勇士，但是我们在鼓励说，有更多的男士加入这个代祷的行列哈。我们刚刚有报告说哈，我们一共有91个人士，要在未来4个月，每一周有91个小时是在代祷室有人守望。我们真的期待有一天哈，我们开放的祷告室从早上6点到晚上哈，都有人轮流在轮值。那当然就是要更多勇士参加哈。如果你有这种兴趣，请你来请教我们的代祷团队的植宝老师哈。如果说我要尝试看看，因为还没有办法确定每一个礼拜这样的时间，你可以跟我们的植宝老师预约说哪一个时段我可以来做一个体验性的祷告，也是很好的方式哈。我们再次谢谢我们这群代祷勇士，祝福他们用拍手谢谢，请回座。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师会。各位兄弟姐妹平安，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在我们报告事件之前，我们先来一同背这个月的金句。来，我们一起来。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诗篇139篇23到24节，我们再念一次好吗？来，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诗篇139篇23、24。请各位翻开周报，第2页下个主日的司礼是山营执事。我们看一下肢体交通的第2项。下个主日5月12号是母亲节感恩礼拜。那我们邀请在座的每位妈妈都来踊跃参加。第3项是今天5月5号已经开始，教会在1楼跟3楼有提供不同的拍照的场景，
全家福场景。那里面这个文里面有提供索取照片不同的方式。那么第4点有亚东剧团的戏剧步道，还有培灵造就会内容，请大家再自行看。以下我们请夏牧师补充。好，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庆生会啊，我们请留步几分钟，我们为5月份的寿星来祝福哈。刚刚我们在看这个图卡，一起来做补充报告好了。就是我们在5月19号，就是2个礼拜后的礼拜天下午2点20到5点左右哈，有一场我们特别是台南众教会要在这边举行的，在长荣大学的体育馆举行了一个全球祷告日的全球祷告会。那这个祷告会呢，一天要邀集这个体育馆可以容纳3000多个人，然后等于是个大型的一个联合复兴祷告会。那我们教会因为他想说在比较郊外嘛，一定要有动员才有办法知道多少人要去。所以我们教会的名额是70个。那前2个礼拜已经拜托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一起来动员，把名单都列出来。但是我们特别是鼓励说，你如果没有在小组报名，或是你在牧区、你在团契，你本身接到这个消息想要参加的，一起去这一个大型的礼拜，我们很少参加过希望那个大型的奋兴激励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你如果想参加，我们到楼下这一办公室登记说我要参加，而且你要自己去呢，还是你也需要载送服务，就是我们有交通服务，因为我们如果统计人数之后，我们要去请那个游览车来载大概2点20开始嘛大概我们要1点半就要出发了，所以当天可能要大家早一点吃午餐第2堂礼拜可能剩下这个一个小时以内可以吃完午餐了然后就1点半出发这样子。欢迎大家报名，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不会人数不够了至少60到70个人好，另外就是在5月25号礼拜六下午，礼拜六下午的3点半有一个亚东剧团的金花戏剧步道。那不只是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来参加，是希望你带 best， 你带好朋友、带家人或是带亲友来参加希望那一天能够我们那个座位能够坐满，因为昨天他这一出戏在归仁的礼拜堂举演出一次，听说有400个人去，哇，好热闹，大家看得非常有感就对了所以呢，我们期待大家如果要参加或是报名，我们在楼下也登记一下，因为这样才能统计多少人参加。而且这个是礼拜六的礼拜天还有一场不同的剧嘛，是我们自己做礼拜，因为本来我们会来做礼拜，所以人数就不影响。但是那一天因为会配合戏剧的演出礼拜天要演出是什么戏呢？礼拜天是要演出这个叫做阿江姐的故事啦。阿江姐的故事那一天因为有演戏，所以可能我们要类似像复活节一样，从9点开始所以我们请敬拜团只带第1场就可以了就连贯下来，因为有演戏，然后有分享，有见证就把它连贯下来。所以我们那天9点才开始，26号再来就是我们的见证集在邀稿当中我们把自己的见证、生命的见证祷告得祝福的见证写下来，我们交稿，我们的资料写得很清楚，有3个 email 你可以寄出来如果你本身比较不习惯写文章，也不要客气，可以把它录音起来，我们同工帮你做一个润饰，或是帮你整理或是请人家来等于口述来访问的意思另外有1-2个报告我也补充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为台北宣教事工奉献，我们的恒星兄在做见证之后呢，我们教会小会有接纳说，如果你有感动，愿意为台北的宣教奉献，你可以做一时的奉献，比如说我就奉献一笔钱来让他们去使用。另外一个是你可以认定说，我要关心这些被接认养的小孩，那
他有写到说一个小孩大概每个月要2000块的费用，但是我没有办法多钱啊，你可以用1口200，啊，比如我2口就400，3口就600，做一个单位的奉献，这些钱我们都会归入宣教基金，然后定时来帮助这个太北的宣教哈。另外我们要恭喜哈，我们教会云平姐妹跟永忠弟兄夫妇的长女彩文哈，要跟这位江炳汉弟兄来举行婚礼，在5月25号礼拜六早上9点半，欢迎到时候我们一起踊跃来参加，来祝福哈，也为这类年轻人来祷告了哈。所以因为早上有婚礼所以下午的演出那个金花才会用3点半，因为这样布置场地才来得及哈。另外我们也恭喜我们教会保罗牧区的林明瑞弟兄，他要开设一间知心体验馆，就是有关这个身体的一个保养的一个仪器哈，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血管还有有氧运动，帮助我们用机器来帮助你身体健康今天下午1点要举行开幕礼拜他有特别欢迎说大家在1个月内可以去尝试体验看看，我们的会友了可以打电话去跟他约说哪一个时间，因为那要有一个时间来做保养嘛，还有要一张床所以要有登录或是做预约，这样才可以。我们也恭喜明瑞弟兄，他今天可能现在在忙吧，上个礼拜有来那我们也一起代祷，就是我们雍成弟兄他的妈妈刘秀琴姐妹在4月30号蒙主恩召，享寿78岁，预定要再来的礼拜六上午10点在大湖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我们求主怜悯安慰这个家庭，也主保守所有的告别仪式一切都很顺利另外还有最后一个报告，也是在这里在周报上面在我们投影片上面，就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夏令营要在7月18到21号举行它是等于是3天半3天整天它那个主题就是我是 EQ 小主人，刚好跟牧师今天分享的题目有一点关系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训练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会被情绪所困扰不会被别人的话语或是霸凌产生一种人格的受损，那从信仰上可以帮助他们。所以那么早报告就是说，请家长先把这些时间把它定下来不要安排刚好那个时候要出国啦，或是要外地旅游啦，把这个时间空出来，让小孩子来报名。所以提早报名也很好登记你要参加我们是国小1年级到国小6年级这样子愿神赐福大家最近天气有时候都会变化，大家小心感谢主，我们在礼拜天神都给我们这个好的天气，不受天气的影响愿神恩典跟大家同在。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庆生会。好，颂荣会众请起立，我的神，我的王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怜悯，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啊，在5月份一个温暖的月份，也是一个家庭的月份。我们要为5月份的寿星来祝福。我们请寿星站起来好吗？5月份的寿星，在这边的寿星来，这边有啊哈。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再来，请润娇姐要来吹蜡烛。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再唱英文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拍手，感谢主。我们请王润娇姐妹来代表吹蜡烛，来预备，小心哦。来，1、2、3，拍手拍手，谢谢。好，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祝福祷告，再结束。来。天父上帝，感谢你在5月温暖的月份，我们为这一群好几十位5月份的寿星献上祷告。主啊，赐给他们从你来的恩典祝福，让他们平常做事情都很顺利，让工作平安顺利，也让他们在健康、家庭以及参加聚会服事都有神满满的恩典。主啊，让他们在庆祝生日的时候，特别感受到神的慈爱以及家人的温暖。主啊，让他们每一位在生命当中都成为见证主的生命、荣耀主的生命，一生都走在恩典中。感谢赞美你，也求你赐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敬拜，结束回家的路程都一路平安。再过来1个礼拜的时间，无论是出入，无论是工作生活，都得神的保守。再次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好不好？好，谢谢。